伫咧疫情期间的劳工纾困贷款，因为人伤过济，办无几工就向法庭。即马佫传出讲有申请者讲，因为旧年有摕到慈善机构互因的辅具补助，害因这个年收入大大增加，超过50万，害因煞无法度来申请纾困贷款。目前暂停办理的劳工纾困贷款规定，年收入50万以下的劳工会使来申请，但是有申请者讲，进前因申请的时阵，就因为受赠的辅具列入所得，所无法度来申请。在108年跟109年，我本身就是有在正当的工作，但是我的薪水大概只有2万多块而已。因为去年的时候有得到慈善机构给我的一个辅具。那个辅具的费用大概6万到8万块之间，但是那个的钱不是给我们费用，而是给我们买辅具，但是那个被合并到我们的收入里面去，导致于我们就超过了那50万，因此银行就不让我申请了。立法委员赖香林讲，因为关键影响到纾困贷款的申请，可能会让这的善心人士烦恼，关键会对这的申请者造成困扰。伊认为，对一寡较弱势的人来讲，纾困设立伤济户顶，会互因真恶来申请。那其中薪资所得是包含，各位所说的各种补助费用，那会是后续各银行的核贷状况跟各界的意见，那进行滚动式的检讨。劳动部表示，为了让银行在审查的时阵有一致的标准，所得的人力是统一由财政部来提供的，所以会按照所得税法的规定，甲补助算入去。新申请的照的受证，敢会使排除，刷落来会看状况，向行政院争取预算办理。记者郭碧君、郑派文台北报道。